佛教宇宙緣起論，其中有賴耶緣起論。根據賴耶緣起論，宇宙萬有嘅種子都含藏喺眾生嘅阿賴耶識之中，變現而成為一切諸法嘅。所謂三界為心，萬法為識。眾生嘅識有8種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羅識同阿賴耶識。前5識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各自能感受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但係唔能夠分析了別外境。第6識意識就能夠對內外之境追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而產生了知、推測同埋分別作用嘅。所以意識嘅力量非常強，好猛利同埋好敏銳嘅。一念之善起現行，能夠令人上天堂；一念之惡起現行，令人下地獄。呢啲都係意識所牽引嘅。第7識係末羅識，係永無止境咁執着我相為體，強化意識嘅我執、法執。第8識就係阿賴耶識啦，係藏識，能夠含藏所有一切無量潛力種子，譬如電腦裏邊嘅記憶系統，儲存大量鍵盤所輸入嘅資料。阿賴耶識係眾生儲存業力種子嘅倉庫，呢個倉庫容量無窮無盡，深廣莫測，不可思議嘅。宇宙萬有係唯心識所變現嘅。所謂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。試問冇咗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6識嘅作用，人嘅內心主觀世界已經消失咗，仲點會感受到外在嘅客觀現狀呢？所以客觀現實係由主觀唯識所感受而生嘅。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宇宙萬有嘅根源係阿賴耶識所含藏嘅種子。呢度講嘅種子並唔係指植物嘅種子，呢啲係業力功能種子。比如 energy 係無形無相嘅種子，亦名習氣，係意識同埋善惡行為流落嚟嘅功能勢力，分集喺阿賴耶識之中。到咗時機成熟，就好似種子咁生發芽苗，產生現行。當一個人去世之後，佢嘅前5識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嘅功能作用漸漸消失，第6意識亦隨之而失去作用。第7識末羅識亦退居到第8識阿賴耶識之中。所以人死後，阿賴耶識最後離開身軀，而投胎嘅時候亦係阿賴耶識先到嘅。阿賴耶係輪迴業報嘅主體，所以8識規矩頌裏邊講：受分持種根身器，去後來先作主功。成佛亦係阿賴耶識嘅作用。凡夫經過無量劫嘅修持之後，惑業漸漸斷滅，即係將污染嘅阿賴耶識淨化咗，轉識成智，轉8識成大圓鏡智。呢個時候，一切惑業煩惱斷盡，清淨無染，達到究竟解脫佛果嘅圓滿境界，即係8識規矩頌裏邊所講嘅大圓無垢同時發，普照十方塵剎中啦。